台北市長柯文哲舉行首都圈論壇，針對公共住宅政策，邀請北北基桃首長同埋3黨總統參選人以及代表與會。柯文哲話：佢前一晚7點幾就打電話邀請國民黨洪秀柱嚟參加，但係身陷換柱風暴嘅洪秀柱以需要冷靜為由，婉拒出席。台北市積極推動公共住宅政策，目標係8年興建5萬戶，並且喺8號召開首都圈論壇，要北北基桃地方首長以及各黨總統參選人與會討論。除咗親民黨宋楚瑜親自出席，民進黨蔡英文則係派學者代表，就係唔見國民黨洪秀柱陣營人馬。為咗唔好令到公共住宅政策淪為口水戰，真正對公共住宅提供建議，大家都坐低嚟好好講。柯文哲強調，北市嘅公宅目標就係要解決年輕人高房價嘅居住問題。希望公宅數量能夠達到先進國家最低線5% 嘅標準，而且由政府投資1000億嚟起房屋，經濟效益更能夠翻2-3倍以上。新北同基隆、桃園亦都認同以首都圈嘅整體規劃，北北基桃都強調目前都在進行公共住宅嘅規劃同執行，包括活用國有地、成立公共住宅基金，以及加速公辦都更速度、鬆綁法規等等，並且呼籲中央能夠同地方攜手合作，創造社會經濟效益。